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罢免布昆奇的美工华联团队，早起一透早，就到华联县选委会来送交到第二阶段的联署书，总共有32777份，达到联署门槛的169%。布昆奇暂时无回应。另外，这个福安矿业税收的问题，花莲县政府讲，依照着行政法院的判决，已经把超收的2亿元税收退还予福安矿业了。即天摆一排团上纸想法，内底拢是要罢免国民党立委布昆奇的联署书，伫咧今仔日透早送到中选会。今天5月2号向花莲县选举委员会提交罢免立委傅昆奇第2阶段联署书，今天总计提交32777份有效联署书。罢免傅昆奇不是为花莲而已，是为我们全台湾。这根本不是基层的民意反应，而是败选势力的政治报复，对于民主制度的选民意志的践踏。布昆奇除了拄断罢免的危机，其时任花莲县长时期，因为调关对乌矿石的税收，福安矿业提告花莲县府。2016年到2019年，县府累招诉讼7连败。今年4月29日周刊公开，2021年花莲县府和福安协调会检讨，和2亿元超定税收无提回来证据，传出最近已经提回来。我想在整件事情上面，是因为检调单位的侦办侦查，而花莲县政府才迅速的来还回业者2.5亿。我们主要是依照行政法院的判决来做后续相关的作业的处理。如今罢免第2阶段结束，布昆奇可能面对第3阶段投票，搁再加上做县长时和福安矿业的税收证据，一件接一件逼。布昆奇对这件代志暂时无回应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